神，感谢神，我只能说感谢神，我们的神真好，真是爱我们。透过一个告别式，他的外婆，我没有看过他活的时候，我只看到他躺在那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魏一兰姐。可是他如今还活在我们当中，这就是什么？活死人，持续在赞美我们的神，持续在宣扬他的名。我们是活死人还是死活人呢？我们虽然还活着，可是我们像死了一样。愿我们都在今天将神这样子的话放在我们心中，跟那个感动。你的生命如果像死人一样行尸走肉，总是在那边罪恶里没办法站起来，被那个漩涡拉着走，传道真的要邀请你，就相信这一次吧。韵婷能够这个家庭，因为一个外婆，这个外婆还原来不是基督徒哦，她原来是到处拜拜，因为她嘴巴里面会有病变，永远都是破口，永远都是没办法好好讲话，甚至连牙齿都没有了，所以她的嘴巴是这样，因为都磨起啊，都没有牙齿。可是当他遇到神的时候，他信主以后，他向非常多的人传扬福音，尤其他的这个家族，因为他一个人信主，全家族都得蒙福。感谢神！当他在生命当中嘴巴没有办法开，没有办法讲话的时候，他居然还可以说：“感谢神，我是樱桃小丸子。”我们好好的人，我们要来赞美神，不要等到不能讲话的时候。感谢神，那我们今天一起要来认识他，而且我们今天要来赞美神啊！我们就是要来赞美神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怎么来赞美神呢？今天的经文真是神赐给我们哦，而且很早以前就为我们预备。这个经文我是在8月的时候我就已经预备要讲这些，这么奇妙啊！居然就在今天这个礼拜里面为我铺陈所有的我要讲的，神早就启示这一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在诗篇146篇，这是一首团体诗，也就是大家一起要来赞美神的诗篇。那如果遇到黑色的字，传道来读哦，因为传道全身都是黑的。这也就像呢，这个在以色列他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带领全部的团体，一大早起来的时候要敬拜神的时候，前面有一个人，他就类似像祭司，他就会来读，后面的人就来起应，我们一起来感受，一起来赞美的，可以吗？好，黑色的字我来读。好吗？好，我们预备哦。好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世人。他一点不能帮助，他的气一断就毁灭尘土。他所打散的，他们就消灭了。以雅各的神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神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他守诚实直到永远。他为受屈的伸冤，赐食物给饥饿的。耶和华释放被囚的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，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，耶和华喜爱义人。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，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。耶和华要做王，直到永远。西安啊，你的神要做王，直到
要赞美耶和华。感谢主，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，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，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，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要来赞美耶和华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来赞美耶和华。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来赞美耶和华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赞美耶和华叫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有人只有来教会第3次而已哈。我们这里只有来教会3次，家里也不是基督徒的啊。知道赞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吗？好，知道吗？我2个表情都一样，就是意思是怎样？不知道啊。用现代的语言来讲，赞美耶和华就是怎样？爱对你按赞啦啊！这样懂吗？懂哦，因为你们都有按过赞嘛。没有按过赞的人，请举手。哎，拍谁？是的啊，这个给你们敬礼起来哈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这个世代还没有在 Facebook 上按过赞啊，可见呢你是有所坚持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我佩服你。等一下我要好好认识你啊。好。就是要对神你来按赞啊！怎么样来按赞呢？我们常常会在这个 Facebook 上，为什么会要按赞啊？这是什么画面啊？记得吗？内行的哦，没有按过赞，这一天你有按赞吗？有吗 ？TPA 台北暗杀星，哇！那一天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儿子就跟我讲，妈妈，今天有一个事情爆了，什么事爆了？就这个啦，有一个人说最近在迷这个的杰恩，不是不能讲啊，好，这个这一个团队他们参加世界级的，这个叫做什么英雄联盟啊，哎呀，这个联盟啊，在今年年初才形成的队伍，人家看他们为什么？不是英雄啊，看他们为什么？狗熊啊！你也骂过的样子哈，很多人不看好啦，骂声连连呐。没想到在10月几号，14号的样子，居然能够得着什么冠军啊！所以有多少人跟他按赞啊？哇，不止这个啦，不止这个数字，是那一个时刻。为什么要按赞？真是赞，对不对？是，真是赞。怎样赞？认同他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做，但是你做的棒，就给你按赞。还有呢，有些人为什么按赞？凑热闹对不对？看到人家按一下了对。还有怎么样也会按赞的？按赞的很多乱按还有吗？按赞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无聊啦就给他按赞啦还有吗？还有一种人是对事不对人，还是对人不对事？你看Facebook 上，只要是看谁陈柏志牧师写的，一定要按赞，因为对人如果那个是你死对头他写的再美好，你都怎样？没给人家按赞所以这个 Facebook 上老实讲没有道理更不用说也没有真理还有呢，这个是人对这些事情，我们看到人的表现，我们会想要去按赞。有的人是想要拉一点关系，对不对？想要换一点什么对等的人际关系，这是我们人对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去思考，这是人对人。那么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如果对神呢？我们刚刚有讲，我们如果是赞美神，用现在语言是说，神所作为的这一切，我们在那个属天的那个 Facebook 上，我们给他按个赞，我们来赞美神，而且一直按，一直按，一直按。我们的原因是跟刚才一样吗？
认同他、可怜他，不是，就是没有，这没有人跟他按赞，不是哦。我对人不对事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？为了要交换吗？主啊，我赞美你一下，你怎样给我祝福一下吧？应该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赞美神什么？他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赞美的？我看每个人头都，这里是写什么？这是大卫的这个 Facebook 8分钟前他在写啊。我们看的是神他怎么样子的作为。人们对上帝按赞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？人不断的在跟神赞美神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赞美他什么呢？我们只会说啊，我们赞美神，我们赞美神，赞美什么啊？赞美神呢？什么作为呢？今天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第4篇146篇，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讯息。我们要赞美神什么呢？我们赞美他所创造的大地，对不对？今天经文，因为他是创造大地的这个神。可是你知道这个画面吗？这是什么时候的画面？这是不到1个星期以前，美东有一个叫做 Cindy 小姐，不是这个 Seven 不是 Cindy 小姐，她怎样啊？吹一下而已，美东就这个样子。原来神所创造的大地这么美好，我们要用全心全力来赞美神，因为有多少的人因为上帝所创造这个大地养活了我们啊？有多少的人在海边的人，他们靠什么养活？海中无数的资源来让他们得以保住，所以我们来赞美神。但是就像今天所唱这个事件所带的敬拜赞美，如果葡萄树不结果子，你还要赞美吗？如果花生这样，你还要赞美吗？我还要赞美，我定义还要赞美，我还要赞美神，我们都要来赞美神。在上帝所创造这个大地里面，若不是有这样的风，若不是有这样的雨，我们不会醒来。若不是有地震，我们台湾最多的是地震。若是没有地震这样释放这个能量出来，那累积的会更可怕。地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这个地球因为我们人的破坏，地球是神所创造，所以地球就是神的一部分。我们有想过吗？当我们在这个大地生存的时候，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大地越来越糟糕，有越来越多的专家他告诉我们，唱衰我们说这个地球越来越不行了，越来越糟了。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启示录要告诉我们，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？新天新地。诗人说，人气息没有了，我们就没办法做任何事，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谁？不要依靠世人，就是不要依靠那个有气息的，因为有一天他怎样没有气息，靠不住，不是靠得住的吗？我们靠得住的是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虽然在这样子的宇宙，他所创造美好的世界当中，他说他要更新这一切。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活着，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死，有一天我们会没有气息，所以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赞美神，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赞美神。刚才我们听到，我们才国中3年级的，他会用他的生活，他每一个决定来赞美神。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，我就是定义说，神你对我真好，虽然现在不太好，但是我有盼望，这个不太好是为了未来所预备形塑我的生命。我相信很多人在苦难中，现在如果我
有在美东，我们好不好关心他们，为他们来祷告？因为美国按照统计跟的那个数据，上次911以后也是，这一次日本311之后，有很多人觉醒。在士林教会有一个我很敬佩的，算是长辈，他非常的他的生命就是一直都是笑脸，他就是赞美神，他就不管什么事情，他都说哇，感谢主，赞美神，感谢主，赞美神。要煮饭他跑第一，要洗厕所他跑第一，他任何事情谁有困难他一定跑第一，而且因为他家里非常的足够他给别人，他也很愿意给别人。可是有一天他在服事当中他中风了，倒下去。他的先生还没信主，他的先生这个时候就说什么？你看都是你，谁叫你去教会服事？就这个样子啊！可是这个我的长辈，他虽然中风了，虽然不能讲话，一只手一只脚，永远这个笑脸都不会变的啦，因为他就是用他全人敬拜神，全人来赞美神。他每一次就是用这样来叫他先生去教会，但是他永远都不肯。大家都以为他中风这么严重，可能不会活太久。他的先生说：“如果神你让他活到什么时候，我就信你。”结果他太太真的活到3年以后，他有信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信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姐妹很可爱。他还是怎样笑脸？再活3年，如果还活着，我就信你。有没有信？你的心比较柔软，所以你得着了祝福。他还是没有信。再过3年，他太太再这样，哎呦！而且他太太2度中风。你知道1度中风的人就会在2度中风。这一次2度中风以后，那个笑脸怎样？有啊，还是有笑脸。那个笑脸变怎样？还是笑脸啊！感谢神，3年以后，再3年，我太太如果还活着，我就信你。啊，我信吗？不，你信了吗？小兄弟，你信了哈？我的弟兄啊，真的，你懂他哦。人的心就是这样。他什么时？他有没有到现在有没有信？有。什么时候信？311什么时候？这前年吧。日本的那个海啸，那一天他一听到日本海啸，因为他喜欢日本，他受日本的教育，因为他已经很多岁，他太太还留一口气在，就是要等着他先生受洗。311一发生，马上打电话，在他太太面前，那个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啊？最快，一定要马上，要很快。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海啸。感谢神啊！信了。所以我想，有人说神你这么残忍，你说呢？我说我定义就是要赞美神，他是美善的，他的心意我们不容易懂，但是我可以决定的是，我就是要把我的心仰望神，我就是定义要来赞美神。在什么时候赞美神啊？还活着的时候。活着有多长啊？人家说这不太长啦，哈。你在呼跟吸当中3分钟就好啊，所以有很长吗？3分钟你没有呼吸，你就凹动。所以我在
呼跟吸当中，我还活着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全心来赞美。我的心还跳的时候，我也就是要全心来赞美神。有人是这个表情的，在苦难当中，在什么时候他没有在赐福里，所以他是苦难当中，想哭哭不出来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。我记得我先生啊，我先生是火爆浪子，所以他都不敢来这里。这有录影呢。他这讲话很大声的，他可以在这里讲话哈，叫我楼下1楼都这么大声。但是我有一次看到他痛苦到极点，因为我的一个小孩，他非常聪明，他考跟那国中一样考高中的时候要考1天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那个小孩呢，考了半天以后，考2科，就说他下午呢用猜的，不认真写了。我们捏一把冷汗。我说，请问你的志向是什么？我第一志愿就是那个台北高中，如果你们台北就知道，台北高中100分就可以上了。啊，你第一志愿好好，那你也认真考，过了啦，2科就分数就够了，太多也浪费。到那一天第1天晚上，他说他明天不去考，明天还几科？2科。我先生就这个表情，没有声音，哭，没有声音，然后把自己去撞墙，哭没有声音，因为他已经绝望到底。一个这么聪明的孩子，可以得到我们人的期望吧？去撞墙，我老大抱住他。我想人呢，为什么会哭到没有声音？因为我们遇到一件事，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内在是苦到不行。当我们遇到那样的事情，是让我们苦到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苦，我们还是定义要来赞美神。就像那个雅各的声音。雅各是一个怎么样？在圣经当中，我知道有些人还不是很熟，没关系，想要听故事可以来找传道。雅各简单来讲，就是他怎样一生前半生啊，他就是什么骗抢还有什么更插进的字诈还有什么诡诈，还有什么什么，反正很恶劣就对了，就是抢他哥哥的福分。这样子这么恶劣的人，当他遇到神的天使，当他遇到了被神知道谁才是唯一可以赐福给他，不是他用尽了所有人的办法的，他做对一件事而已，他做错不止10件哦，但是他只做对一件事，就是当他遇见了耶和华的时候，哇，使命活命的怎样？烂美怎样抓住？绝对不要让耶和华上帝的祝福跑掉，一定要抓住啊！我纵使我的脚这样被那样捏了一把都瘸了，我还是要定义要抓住。我只要做对一件事就好，这件事就是我要抓住神。他抓住什么？赐福的神，而且他相信他，因为他的相信，他也开始改变，不再用自己的方式。我们呢？我们有没有用尽我们的办法，做了10000种的事，以为我可以得着我要的祝福，结果得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
只要做对一件事，我们全心全意。这个意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定义，我定义我要信靠神，我要定义我要抓住这个祝福雅各的这个神，我要跟他一样，我愿意主耶稣啊，把我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啊，我遇到事跟情的时候，事情让我很抓狂的时候，让我伤心，让我彻底，让我绝望到底的时候，我就是转我的心意说，主啊，我曾经听过你啊，但是我一定今天要经历你啊，我试试看你好不好？主啊，我就信这一次啊，我要相信我在教会当中所听到的这一位神，相信传道一次好不好？当你在痛苦当中、绝望、没有办法当中，信靠他，他的帮助、他的安慰就临到。我们定义要来敬拜、赞美这位神，我们一定可以蒙福。我们只要信对了，因为耶和华上帝派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原来不配的，为我们的罪流出来的那个宝血，可以救赎我们，买赎我们，我们可以成为新的人。传道有个个案，他很喜欢网络，所以传道要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试。好，你们说一次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试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试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脸？啊，你有知啦哈？真的不能试。我这个个案从按电脑的那个赌博，那个球队的那个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那就不要讲了，不要教坏你们。就是反正就是点一下，然后好，结果他需要怎样？刚开始是8万，后来需要赔人家30几万，后来要赔人家多少？56万。他的父母来找我，刘老师还要救他吗？人家说怎样？有救穷，不要救什么？不要做什么？救急救穷，不要救什么？赌博的不要救啊！还要救他吗？还要不要救他？赌博是什么？无底洞哎！还要不要救他？这个孩子几岁你知道吗？10几哈？哎，你认识他呀？我超级累。那小孩16岁，要不要救他？如果你能够，你愿意，你可以救他一次的吗？他的父亲后来真的救他50几万，就去借钱，救了他以后，有没有再犯？好大声的有，你懂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靠着主，你要改任何的瘾，不可能。所以在去年过年，农历过年的时候，他又去。他这次决定不要，决定不要，决定不要的时候，没有靠着主，他就再下去了。这一次他有28万，要不要救？要不要？这次越来越少人说了，要不要救？到底要救还不要救？要不要做？这个家人还是救了，这个孩子哭出来。这孩子说：“我都到这个程度了，你们还要救我？我知道你们是无条件的爱我。”这个家庭花了200多万，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家庭。我们的心想要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人，说：“你有没有爱我？你有没有爱我？你有没有爱我？”我知道，如果他再一次，他父母绝对没办法救他，因为他父母自己都没办法付这个债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买赎救赎。孩子们，我们一生的罪不是200多万可以买赎我们的？我们过去所做的，我们已经到如今了，
我们可不可以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原来的美好啊？那不是200多万、2000多万可以买赎的，那只有耶稣的宝血，他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死。他原来是没有犯罪，为了只有把我们买赎回来，帮我们后钱，让我们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自由。是耶稣就为我们做这件事，我们一定要来赞美他，因为唯有他能够这么做，唯有神可以救我们，唯有神能够满赎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完全新的，让我们再恢复原来那个美好。如果你有这个时刻，像这个男主角这个时刻，哭也哭不出来，以为是绝路，传道要跟你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在耶稣那里绝对有生路，好不好？好，神的邀请，他伸出手要来邀请我们，他要拯救我们。或许我们现在是寄居的，或许我们现在是软弱，或许我们现在是不被肯定的，或许我们现在是孤儿寡女，或者是我们现在是任何的破烂不堪的，但是神要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用全力来赞美他，感谢神要救我们，而且要救我们到底，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。在我们被困住、被苦，在那个苦的当中，什么是困啊？困怎么写？里面都麻木了，装在那个框框里，这个叫困。你只有一种选择，没有别的选择，这个叫做困。你们同意吗？我面对自杀的人，他都跟我讲，他只有一种选择，就是死，被困住。如果你只有一种选择，犯罪，那么我说你被困住。如果你麻木了，完全没有感觉，像这个字一样，你们不能再有任何的动力了，你被困住了。但是我们有盼望，相信传道，不是相信我，是相信我说的是耶稣啊，他能救你。如果你真的需要在这个当中，你可以来找传道，或者你自己祷告。我想神要我们，神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，他不要我们任何一个人沉沦，他愿意自己付上这么大代价来救赎、买赎我们。神爱我们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我们有没有对神按赞啊？你对神按赞有几次啊？我想我们时时刻刻用言语或非言语，或用我们的行动，或用我们的什么决定，用我们的决定来赞美神，说神啊，我现在虽然很痛苦啊，但是我这个痛苦是为了我将来怎样？你在形塑我的个性，你在形塑我属天的这个能力，我要为此来感谢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这样赞美神，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。试试看好吗？这是我们今天在会前读经里面就有讲。如果你身边的人他真的不守规矩，提起勇气来警戒他，用爱心，用很好的态度为他祷告，带他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呢也要多多的忍耐是呢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情绪，而不是压住。我想今天小组里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分享，我们这样做常常跟神连接，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。那我们不住的祷告就会更喜乐，就会更感恩，不住的感恩就会更喜乐，然后我们就更多祷告，然后这就成为一个什么很美好的循环了。我们也要查验那个什么诱惑我们的人家都说这个赞这个赞哦，来哦来哦这个赞哦，你要不要相信啊？你要查验一下这是神的心意吗？还是我自己的心意呢？我们查验什么是美善的，我们要持守。如果是那恶的事，禁戒不做。刚刚传道有讲了，什么不能做？赌博、毒，都跟这个有关嘞。同样字注音不同音而已，赌都不能做，好不好？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。每次我们想起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，我们能够自由来到这里，我们心中只能说感谢神，赞美神，你是美善的。主，你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一次又一次让你伤心。主耶稣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我们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，主，我们恳求你怜悯。你有听到孩子们此时此刻心中的感动，你已经知道他们心底里面激动他们的，他们愿意来相信你，他们愿意来试试看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恳求你进入我们心。主，你说凡是愿意相信、口里承认、愿意认自己罪的，主啊，你都要让我们变成新的，在你里面，主，你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新的，成为自由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是何等的福气！谢谢主耶稣。谢谢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你的爱，你的爱，使我们的心有了活力，不再是死的。你在乎我们，你懂我们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心中的决定，你听见。谢谢主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恳求你帮助我们。谢谢你，让我们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，从今天晚上我们就改变了。主，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感觉，但是主，我们就是定义决定，主，我们要来赞美你，因为你救赎我们，你拯救我们，你是我们帮助的神，你是创造我们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。